TVB 年度盛事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25 4號喺澳門圓滿結束。年僅19歲嘅星夢人氣歌手詹天文，憑住熱播劇《新聞女王耳》嘅插曲《Seeds of Truth》成功奪得最佳電視歌曲獎。呢個絕對係佢歌唱事業上一個重要里程碑。詹天文首次踏上 TVB 頒獎台，激動不已。佢喺台上笑住話：好開心可以用芳齡19歲嚟到呢個舞台得獎。不過可能緊張，佢喺發表感言時一度口誤，將領獎講成頒獎，成為頒獎禮上一個可愛嘅小插曲。詹天文坦言，因為睇到台下有計時器，擔心超時，所以非常緊張，導致漏咗好多要感謝嘅人。佢透露頒獎禮之後，第二日朝早9點就要趕返廣州考試。呢位樂壇新星最近人氣急升，早排仲同姚焯菲、鍾柔美一齊喺佛山搞演唱會，行程真係排得好密。